继续来关心基隆河污染，这基隆市政府甲水公司调查了后，发现这源头可能是对暖暖的水沟所流出来。目前污染的状况是也未解决，当地西市水库的水也有法度冻3天，准啊，佮无法度来解决，可能就要停水，影响35000户。 基隆市的自来水这几天来传出汽油味，互居民真怨叹。台水甲市政府等等单位共同调查会勘，伫暖暖区湾管路102项的沟仔内底，发现那像是污染的源头，怀疑是油，而且已经变作泥，规个沟仔拢有污染物。我们是在27号就停止从基隆河取水，那已经流进去的，就是大家所看到我们市府现在在善后的部分，但是到今天为止，他们就发现说。 都还没有消散掉。市政府对拜三开始进驻店内成立监禁指挥所，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。不过，对11月27日台水发现自来水有怪味了后，就停止抽基隆河的原水，改以西市水库来供应。不过，西市水库蓄水量有较少，台水有价，目前敢若剩3天的供水量。若准污染无法度赶紧解决，暖暖甲仁爱区大概35000户有可能会无水通用。 基隆市暖暖区跟仁爱区的高地，它的供水是由那个所谓的稀释水库来供水，但是稀释水库它的那个蓄容量，它是一个在槽水库，大概只有35万吨，然后目前的库存来讲，以最严峻的项都不下来，大概只在3天的量。 台水表示，相关单位虽然已经清查沿路的环境也采样，不过也无法度确定污染的源头，也佮有排放的方式，也因为污染也未改善，也无通供水。台水已经委托专业厂商先清理污染物，希望会当伫1天半以内完成清除甲水质的检测。若准检测合格，就会当恢复供水，降低西市水库供水的压力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